有一寡外来种进入咱的山林了后，就会破坏咱原本的生态。山水香就是其中一种。嘉义县中部乡有在地艺术家用过分的槟榔籽掺一寡野草来染布，毋但推广用食物染布手艺，嘛好通扣掉一块无好的野草。各种用槟榔染的挂布创作，有的顶面还有画图，增加特殊的风格。这个作品使用的染材包括过色的槟榔籽、鸡屎藤、赤查某等等的食物，甚至还有使用对环境有害的山水香。龙眼的落花，还有槟榔的过熟的槟榔。那另外野草就是小花蔓泽兰、咸丰草，还有一些像说树葡萄的皮、洋葱的皮，这些东西这些野草一起来染。嘉义县中部乡的嘉宾文化馆举办染艺热展，除了有使用一寡较无同的染材，还有来自东兴社区的艺术家，希望呈现过去社区食物染的手艺。我是在地长大的小孩，我们知道确定有这个技术之后，我们现在在做我们是自掏腰包把所有的技术全部再学回来。现在在做是一个传承、延续跟推广的一个动作。染这个区块的话，我觉得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很大的特点，而且呢，它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面出现。林务局嘉义林区管理处指出，山水香是外来种的食物，已经危害台湾林木将近30年。真侪食物的生长拢受到影响，甚至搁爱变异生来移除。林淑文表示，即马当咧向社区推广山水香的心意，希望透过社区的力量，减少山水香的危害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